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艳牧师。11月19日，警醒活出悔改生命。以西结书33章23到33节。祷告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里面雅各书1章25节。雅各书1章25节，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今天的经文是来到了耶和华要对这些剩余之民来说话。剩民之余呢，有哪一些呢？也就是犹大亡国之后呢，是有2类的民众出现。有一类呢是在犹大的剩余的，他们其实还住在沦陷的耶路撒冷。另外呢就是被带到巴比伦这个犹大幸存的人。那就有人呢是走了很远的路来到巴比伦他可能是去投靠这些亲戚，因为在第一批第二批被带走的精英中呢，以西结就是其中一个那来到了以西结的家，前一晚呢这么事情就这样发生，就是以西结本来是主请要他不能说话，是变哑巴的，但是呢就在这个人来到之前的前一晚，以西结开始开口了开口呢要来说什么呢？我想这就是重点了。神呢有2番要这个以西结对战后的犹大人来说什么说这些警醒的话就是因为有大部分的犹大人呢其实死在刀剑瘟疫之下，但是有些是幸存的，而这些人呢成为有势力的流氓有些不是反抗军呢，就是他们一直躲藏着，当城毁灭之后他们就出来集结这地又开始有人有这个为所欲为，说这土地就是我们的也这个就起来占有土地这样子。那我们的主呢就透过以西结就在告诫他们说就从哪里呢？24节，亚伯拉罕独一个人能得这地为业，我们人类众多，这地更是给我们为业的也就是对幸存者来讲，亚伯拉罕来这里得地为业，他们认为这地今天是给他们的那么神怎么给他回应呢？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吃带血的物，还仰望偶像，并且杀人流血等等这些。也就是神呢要说在这荒场中必倒在刀剑下，在田野里必交给野兽吞吃必遭遇瘟疫也就是他们要遭到审判。因为这些存留下来的人，他们因为势力而有了骄傲，也必要窒息。这势力是说他们纠党击众，让自己在危难中有生存的力量，而这种骄傲是要窒息的，这是神的审判另外一个神的审判是那些已经被抓到巴比伦剩余的这些神的子民他们虽然在那个地方好像是一起他们聚集起来能够敬拜来赞美神也就是有人说其实犹大的会堂是从那时候开始的经文说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会，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民也就是他们在那边敬拜神，但是呢他们只有口中敬拜，他们只有用乐器他们唱雅歌，他们听以西结的说的话，上帝的话，但是他们却不去实行听了就过去。我们的主说这没有用，审判还是要临到的。亲爱的大家，这是给我们一个警醒，我们是不是只有嘴巴
敬拜神了。我们的神不要我们这样，他要我们是怎样？是要我们用全人全心全意来敬拜他，然后我们过着是容神益人的生活。我们谨守神给我们的呼召，我们应该也要成为那个彼此扶持的守望者。按照今天我们雅各书到新约我们看到的一样，我们应该要听从神的话，而不是听了就忘，没有实行出来。因为我们听了主的话又去行的，我们必然要得福。愿我们时时刻刻我们要警醒，因为神因着爱的缘故，要我们用慈神爱所在他牵引中会管教我们，使我们真的是能够一生一世跟随神。我们好不好来默想我们的一生在神的手中，神又叫我们是如此丰富，我们怎么样活出主在我们身上的呼召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在这世上你是拣选我们，主，我们理当要起来服侍神，活出神你给我们的呼召。愿我们不是只有嘴巴来赞美你，愿我们真是能够成为主你所爱的儿女，就是遵行主你话语的人。愿我们能够彼此来提醒，不得罪你。愿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我们今天就活出主那美好的样式，可以荣耀我们主的名，使他的名被高举，使人在我们身上看见那看不见的神，见证主就是爱。我们明天见。